现代社会中，追求美丽已经成为真侪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颜面具伫塑造面型轮廓中为重要因素。面型的长短、宽甲矮，以及对顶正大的部分，拢是取决上下颚骨比例大小。而正颚手术就是将颜面骨的比例大小做调整，让整体外形更加美丽、更加协调。牙齿如果歪或脸型不好看，就是矫正嘛，哈。但是矫正动的是牙齿，所以它能够改善的很有限。你喙齿若无尖嘴了，或是你的这个牙齿咬不到了，或是你可能一些觉得这个外观上还需要加强。但是科技的进步，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这种功能的不好，或者是说这个脸型上的一些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部分，事实上是骨头造成的。所谓的骨头就是我们的颚骨，上面的牙齿就是上颚骨，下面的牙齿就是下颚骨，包括下巴跟一部分的颜面的骨头，跟鼻子、嘴唇。我相信这个以现在的社会来说，大家对于美的追求几乎是永无止境的啦。我想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外观不重视啦，我想都很重视。那正颌手术简单说就是借由改善这些骨头的位置排列，那就改善它的这个咬合跟功能，甚至于最后可以改善它的外观。那当然对我们来说，做得好的一定是这所有的部分都能满足这个大家的需求。所以简单讲，正颚手术，所谓正颚，它就是用手术的方式，用一些现代的科技，让我们的颚骨的比例能够改善到一个比较和谐、比较正常的比例。除此以外，基密病医器部更首创鼻翼基座缝合技法，有效改善鼻翼变宽以及鼻孔向挺情形。基密病医伫正颚手术技术领域曾经真久，取得多项突破性的成就。目前也已经完成超过200例成功的正颚手术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